好来，乡亲啊，刷落来是两项交通的消息。先来看这个宜兰罗东连外道路的公营路桥，伫晚暝2点半，桥卡的资源回收场发生大火。虽然无到2点钟就甲火拍花，但是这个大火是甲规板桥的红码头烧甲拢落去，嘛烧甲这个更近看现。即摆暂时先甲路桥封起来。主管回收场发生火灾，佮传出爆炸声音。用技师破坏铁网啊，希望会当紧甲火控制掉火。宜兰罗东公营路桥口的罗庄社区资源回收场，半暝2点半发生火灾，直到4点才甲火拍花。下面火警，下面火警怕有危险，所以封桥。就惊结果出问题，公营路桥会知影就先有封锁线，罗东连外道路封起来，民众拢爱驶巷仔路。这不能过哦，不是地下道过不去啊。对，你等一下找地方再右转出去。对你们会不会很不方便？不会啊，那边拢太个变贵啊。上班时间车上车，警察无用指挥交通。宜兰县长林祖苗嘛带相关人员来到会场做调查。是要有年度调检的那个厂商来先做紧急特别检测，那要请他们赶快过来整个巡过一次。结构安全性的一个确认，那确认完了之后，再来做一个评估，说它是不是什么时候适当来开放。这尔谨慎，因为唔那桥的红门头去关温烧甲闭开，佮有真侪杠牛走出来。为了确保这座桥过当使用，伫咧检测报告出来进前，公营路桥拢爱先暂时封起来，避免有愈大的灾情发生。